時我屋企嘅環境咧就唔能夠令我可以出國讀書。咁馬會獎學金咧就係其中一個最能夠滿足學生去外國讀書嘅一個平台。我睇住咁多咁成功嘅師兄師姐都可以攞到呢個獎學金去讀書，咁所以我覺得能夠申請或者係攞到呢個獎學金係對我嚟講係一種肯定。我當年就係覺得跳夠啦咁樣，即係跳夠啦，我想去見識下或者重組一下我自己係乜嘢。你透過一個獎學金，你去到第二個地方，你會喺你另外一個你唔熟悉嘅環境，咁你喺嗰個環境你可以撻着另一副偈咁樣。你不如就去喺嗰個地方就係你做嘗試嘅一個好地方咯。由我做學生嘅時候，我要自己申請啦，到我讀完書翻嚟開始我嘅教學生涯。當然有我嘅學生又去申請馬會獎學金啦，我要為佢哋寫推薦信啦。到呢幾年我又幫做評審啦，自己曾經係得獎者，去為呢個獎學金做事咧，感覺好好。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學生去爭取嘅獎學金，為咗自己出外去尋夢想嘅一個平台。珍惜呢一次嘅機會啦，因為有得去外國讀書同埋有得去拎呢個獎學金其實都係對自己嘅一個肯定啦，同埋呢個係一定係一個畢生難忘嘅經歷，可以去到外國去感受佢哋嘅藝術嘅文化，去感受即呢個藝術嘅氛圍，會令到佢哋嘅音樂會更加上一個層次。只要係即更多嘅演奏，先可以令到音樂更加普及化啦，同埋令到更多人可以聽到 professional 嘅演奏啦。